为了要改善便秘，这款软便剂药啊氧化醚对去年开始就已经欠货。外界是认为讲，这是健保出嘅价效伤低啊，所以厂商才会无爱出货。为了要解决欠药嘅问题，健保署第10号已经宣布，对6月份开始会有关价效。那健保今年支出嘛，因为安尼增加4000多万。袂少长辈爱食氧化醚软便剂来改善便秘问题，毋过氧化醚为去年底到今年初，因为欠工欠原料，佮加健保给付价效上属这个因素，所以药厂无愿意供货。为了解决欠药的危机，健保署15号宣布6月初1开始，氧化醚健保支付价为本来1粒0.16块提高到0.32块，目前已经有6间药厂同意供货。那我们在3月份收到几家厂商的成本资料之后，再就立刻提共理会议来讨论。那共理会议讨论之后，愿意从0.16调到0.32。针对外界这个欠药问题，甲健保药价上涨关系真大。对这代志，健保署是讲，合作业者认为无够成本，会当提出成本分析调整议价。6月开始，除了氧化醚提高健保支付价以外，也有一款镇痛解热药，也甲儿童用的止吐酸剂，也拢调关价效。干这3款药品，一个一年健保支出会增加差不多4125万。只是用药应该回归市场自由机制，让民众到药局去买就好，不要一直只是用药由健保再给付。药师工会是讲，健保财务正暗，应该将经费用伫该用的，呼吁政府应该将氧化醚这的所有只是用药用自费的，像讲有闭结、落瀉、头痛这的小毛病，民众家己去药局买就会使。健保署是回应讲，最近会找各科医学会开会讨论，征询各界看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